讲鸡真无滋味，鸡话是唔值钱。来看到台东这个查甫导游，因为解说真笑亏，真爱激唬人，佮爱用家己原住民的身份来讲生笑，会当讲请假抓袂牢。即届煞互人吐槽，因为伊带团参加金光乡嘉南川天宫步道时，伊讲嘉南川是失落的部落，也佮讲伊家己是番仔。这段影片伫网络互人安尼传来传去，引起在地原住民大家拢真无欢喜。业早查消息了后，已经回甲陪，讲煞来会含导游亲身来到嘉南川，甲乡亲会师的。头一个点呢，才好做天空步道，要过阮甲好做失落的部落，因为以前这番仔不是大家。甲原住民的都城甲穿咧婚书，这个查某导游煞来屁想讲，台东嘉南村，互北北风灾来耍长，尾啊伫个原地来定起，毋过煞是一个失落的部落，这个话一个讲出嘴，就随去予团员来甲拍枪。听原住民袂使讲话。卖个假的啦，要可以尊重心里话一个洞。想袂到这个查某导游煞来加赌讲，这款正名拢是做表面功夫的，伊甚至阁遐查天火道。吹讲原住民。番仔就番仔，叫大家好听。伫个原住民的地盘讲这个伤过敏感的话题，就算讲是咧滚笑，嘛已经互当地的人听到真气插。我觉得相当对我们没有礼貌了。族人听到是安尼气噗噗，这个部落青年当场就冲起咧甲伊理论。嘉南村啊，失落的部落不会纠正是不是？你们卖黄那是应该的，是不是啊？面对着控诉，导游伊煞坚持讲，伊是家己咧口说，唔是咧讲侮辱。有必要这样吗？你骂原住民黄那是不是？这里嘉南村啊，我知道啊，在这里骂人是不是啊？我没有骂你们呢。啊，道歉不会道歉哦。哦，对不起啊。代志一个互铺上面册，村民心内真艰苦咧讲，游客听了是真好笑，不过阮听着真艰苦，为着要趁钱，敢都有需要安尼来消遣嘉南村咧？还佫讲，若是无尊重原住民，无尊重部落，是安怎就爱尊重伊？不过伫4年前的时阵，这个查某导游就捌因为这个讲话口说来引起风波。恁翁仔某冤家大冤家，参与番仔拢麻参落呢。旅行社的公司虽然发起声明会唔对，强调讲这个女导游是有口无心的啦，会陪伊去嘉南村来甲人公开会唔对，卖加强这个员工的训练，就惊讲这个争议的事件再度来重演，去伤到原住民的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